正红时，回归正时。声声缘分，句句命运，恁两人相爱什么时阵？甘愿离开说在考验阮，不愿听恁承认爱真情。情也深，爱也分，一个时阵情路无步。我只有认输的份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。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声声缘分，句句命运，恁两人相爱什么时阵？甘愿离开说在考验阮，不愿听恁承认爱真情。情也深，爱也分，一个时阵情路无步。我只有认输的份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。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会好你话啊？恁明仔载吼，这父母互大收收摕现阿票哦。阿票，哦。我规暝拢无困，风声呢？做功德啊，一暝困袂安怎啦？阿人咧？手边无伫咧内底。啊？喂，保定啊，你困死去啊哟啦，紧的啦。啊是啊，安尼转啊？秋萍的啦。伫内面啊。内底拢找过啊，找无手平啦。哪有可能啊？我拢嘛伫遮咧顾啊。啊，叫你顾你就困去，困到人胖去，你唔知哦？对，敢会想袂开？啊，敢会去跳港？哇！安尼会害啦，还有今日过来找。妈的啦！哎，等我啦！啊，当有安怎？有找着无？啊，找无用。拢是你，啊你规阵安尼，几岁啊你知无？紧！大手的有无？拢嘛是你啦！恁小妹啦，规日敢若知影通困啦。这些人互你困甲胖起去，若无代志就好哦。若有代志，看你这世人搁困会起无啦？人我哪不是跳江的啊？哎呦啊！顾袂就干错。安娜，小宝，听到无？你们快过来看啊！啊你啥？哎呦！你们疼吧？是啊，这是秋萍的，啊哪呢秋萍唔对？
我想清楚啊，叫我连死都唔惊，敢搁什么代志做袂到？伊即马开始，我袂搁软食，害咱家破人亡的凶手，我一定要叫伊付出代价。伊安怎害你，我就要安怎对付伊。伊互咱偌济痛苦，我要加倍甲讨回来。蔡明雄，我要找你报仇。你讲啥物？你要出国？为什么呢？阿爸，前几天我毋是有甲你讲过啊？我要出国去冷静一段时间，好好思考我的未来。你讲这拢毋是理由。你要思考你的未来，什么所在袂当思考咧？啥个爱出国咧？假使讲，你若无法度原谅阿爸，无想要甲阿爸转去高雄，无要紧，你会晓一个人住伫遮，甚至阿爸会另外买一间别庄互你，你会晓卖出国无？阿爸，我真感谢你的好意，请你原谅我，我已经决定啊，无可能改变的。我会甲你联络的，你爱保重。丽丽，阿爸，我已经袂赴啊，我要去机场啊。是等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离开阿爸呢？刚我让阿爸开车来救你，你才肯留落来。阿爸，我已经决定啊，你救我嘛无路用。我救你无用，刚才问我救你才路用。你莫搁提起文化好无？小等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敢提起文化呢？你是不是还搁咧爱？你讲你要甲结婚，这并不是真心的。你讲，你是不是还搁咧爱文华？我无爱伊，我对伊已经死心啊！我无爱伊，我无。丽玲，你无需要搁再道歉。你的心思阿爸真了解，你对文华感情无可能消失。你想要出国，最主要是要闪避你心内的痛苦。要过你想过无？痛苦是你的心肝内，不管你人去到倒位，你的心永远甲你对调咧。就是讲你甲天边海角，你嘛无法度将文华这感情啊放落来。文华对你的想法，你嘛永远无法度甲放袂记。你莫讲讲啊，莫讲，你莫讲讲。我要讲，我要搁再讲落去。丽玲，就是讲你通多拼一世，你敢无是多拼一世人？你敢有想过，你若出国，等于是将文华送互别人。假使讲文华来到欧洲要结婚，可是你若后悔，你是要安怎样呢？丽玲，你现原来痛苦，阿爸非常的了解。即摆在这个世上，你是阿爸唯一的亲人，你是阿爸唯一的希望，你知影无？阿爸甘愿牺牲我一条老命，我甘愿用我的性命来换你生的幸福，你知无？阿爸，一家伙啊，一个气甲无半夜啦。即摆王家是拢总无交代安尼。天凤啊，你是顶世人去踏到什么人的风球啊挂啦？即摆一家伙啊，你走甲无半夜，还剩这间厝，是要叫我安怎甲你处理啦？老兄弟啊，你实在有够无路，毋是我咧讲你。在生无就甲因正底好好看无，死了你也无就甲因保庇，你是敢做成老爸你啊？秋明，你为什么安尼想袂开啦？你死了，后摆，敢有啥人叫我王伯伯啦？秋平啊，拢是伊个蔡明勇，拢是伊啦，就是即款拢心高兴的人，咱一定要甲伊抓起来放批地土坑啦！
村长嘛，你讲会对啦。一款人吼，来这世间的人吼，拢去互带衰去。小明，我对不起你。在你上需要人帮助的时阵，我煞无这个能力帮助你。你惊绝了。我唔是我唔想我。创啥啦？对不对？大姐，你袂去怪你家己啦，你安尼会受伤啦。咱唔是无帮忙啊，咱是做袂到啊。当人是做船长，伊都无法度啊，无咱是要安怎啦？村长，你莫安尼，咱拢共款咧安尼。你阿姨小酒啉，无去啊，我嘛真感。你倒啦？我袂用互秋明白白牺牲，我要来做创民。安尼做创民用无来，好，我等你去啦。我嘛要第一去，我嘛要去。无去，安尼唔好啦。什么人么？你什么老样啦？我什么有用啊？蔡明勇这个家伙不是个人，我要不是警察的话，我早就把他给枪毙了。好啦好啦，莫踮咧大细声啦。老王的身份是有较特殊，你莫去，阮大家拢来去啦。你拢免去，我家己来。你是咧想啥？你家己一个去，绝对会出代志啦。袂互你大手行起，甲伊来。你唔好啦。哎呦，那会唔好啦？啊，阮查某都无咧惊，无你是惊死哦。我唔是惊死啦，安尼去袂伤冲动呢。哎，讲安尼就做冲动啦。哎，阮是要去找伊算账的呢，啊无干就敲电话甲伊约时间呢。村长嘛，我感觉这件代志你要好好考虑啦。当我是要考虑啥啦？哎，我的情形甲你是无共哦，你甲对方是有牵连，所以你会惊歹做人。你若真正无法度甲阮帮忙，我紧你点点莫讲话，无你的代志啊。文华，你听村长的话啦，这代志哦，你莫插啦。哎，哎呦！但医师，这尔短时间来，阮兜发生这尔济代志，我已经决定要离开卫生所，请你原谅。这段日子来，也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，尤其是村长伯甲村长妈，我真心对因表示感谢。也免有机会，我一定真心来报答恁的。啊，不过我唔知影，我是不是有机会，因为我决定要找蔡明雄报仇，请恁大家莫阁找我。俊兰，我对不起你，请你将我放回去。内面那暗暝懵呢？敢讲文化无伫？当然，我来这附近找看卖。找人了呢，就讲我遮等。是。哦，爱记得，千万唔通甲任何人起冲突。我知影。文华，文华，蔡明雄，我报仇的机会到了。
总讲要来找你，找我？你找我有啥物代志啊？我想要请你转来去丽玲身躯边的。文华，你嘛知影，丽玲即马变到安尼啊，只有你来伊的身躯边照顾伊，才能解除伊心肝内痛苦。阿伯，真诶毋是讲这个时阵。在我心目中，无任何代志比丽玲幸福更重要。文华，只要你肯转来丽玲身躯边，你要要求啥物，我都肯答应你。要无，我甚至要去一间比你老爸即摆病院更较大100倍病院，互你做医长。文华，阿伯一定求你到安尼啊，你答应我好无？阿伯，你安尼明明在为难我嘛？敢讲大家我跪咧求你才肯答应？好，为着丽玲，我甘甲你跪。阿伯，你莫安尼啦，我承担袂起。你是毋是答应我？阿伯，你听我讲啦，今仔连秋明都一定跳海自杀啦。今仔大家拢讲好，是你害秋明全家，规定人要去恁厝要找你算账啊！你讲啥物？怎啊？你要甲一人去厝的？阿伯，阿伯，进来，你看到？阿伯。我现在已经知影你的重点啊！我要爱你生不如死。伊即摆看到阮人济，惊就闭起来啦，看咱你要甲吵出来。小等下啦，无怪你甲我问阮阿爸，秋萍伊一个火害不幸，拢是阮阿爸造成的。我愿意代替阮阿爸向秋萍赎罪。向秋萍赎罪？你讲得遮尔好听，袂赴啊啦！秋萍已经去跳海自杀啦！秋萍伊一家伙，都是你害你阿爸一个一个害到死到无半个啦！阿爸，你若做个遐尔啊转，你叫我是要安怎？你孙哪有影？我就一个扮白面的，一个扮黑面的，你当作你老爸拢滚了，莫传囝。他没有菜，你快起来啦！你讲，你到底即摆人伫倒？真正无伫，我唔知影。唔知影，无要紧，我今仔日来等着伊，叫伊一命过一命。对，对啊，等。你敢唔知安尼？你人啊济啦，你惊啥？等啊！春娘，春娘，我求你，小姐，我求你，我求你莫伤害阮阿爸，好无？秋萍向恁老爸求情，请伊放过阿强，恁老爸拢答应哦。结果咧，伊也是暗中报警，害恁老母自杀，阿强跳海，即马连秋萍拢死去啊！你阁叫我莫伤害伊？我无应该要求你放阮阿爸，我是阮阿爸的查某囝，互我来代替伊赎罪好无？你要报复，就对我来，就算是爱我的命，我嘛甘愿。哎，小姐，你哪会安尼啦？也毋是你的对，你甲跪安怎啦？你大家哪安尼欺负伊啦？你即摆是咧讲什么消话？是你作啥啦？谁咧欺负伊？时间要几个啦？迄时阵秋萍嘛讲同款话哦，叫恁阿爸讲放伊线，结果恁阿爸咧无天良啦，伊就逼伊来做成囝你的结果啦。我来讲哦，你莫做这，我唔敢对你安怎样啦。我啊歹人歹种啦，怕你袂心软啦。我来讲啦，你怎么有惊爸这，互你去叫一遍？这代志甲创小姐无关系，伊搁受伤就袂使来甲拍。哎呀！村长妹啊，你安讲无公平啦！我谁人无公平？你想看卖？伊是煞明个查某囝咧，是要安怎证明这个代志哦？甲伊一点仔关系都无。就是咩？不管安怎讲，
我愿意代替阮阿爸接受你的处罚。哈，这话是你讲的哦。哎呦，你怎么都无客气啊？哎呦！啦，莫安尼啦，啊，咱这大电器对付一个查某囡仔，传出去袂听的啦，安尼是要准偌济？咱若明明有理吼，你若真正甲逮落，就变无理啊啦。看这个办事哦，有可能去锁的无伫的。行啦，咱走来走，对。俊男嘛，啊，毋着来去讲的，行啦。蔡小姐，我有条罪有主，你甲你阿爸讲，我一定会替秋萍报仇。查某，你爱生气。小姐，小姐，紧起来啦！起来啦！起来！你要紧无？这代志拢甲你无关系，你唔通责备家己啦，唔好哭吼。莫无关系，这一切拢是我阿爸造成的，连我嘛去受到伤害。我已经袂死啊！伊要报仇，会去找我阿爸。啊我是要去找谁？我要混都唔知要混啥物咯。小姐，董事长。你安怎？你要紧无？阿爸，你敢就是要甲我病死，你才甘愿笑？你哪安尼讲的？阿爸是惊你叫人欺负我。无人欺负我，欺负我的人是你。阿爸，代志到这就准煞好无？你莫搁去找人报复啊！即摆秋萍去死啊，男囝伊已经有够济啊啦。阿爸，我求你，你答应我好无？你答应我。阿爸答应。哦，忝。对，哦，你硬把我抓。哎呀，伤大力啦！哎呦。领导诶，蔡明文迄个代志，你有啥拍算？你莫讲两句，阮听看卖啊。啊。俊男嘛，蔡明勇毋是普通的歹人，你毋通伤有自信，世事无是本啦。啊，刘爷，你惊伊吼？我就无爱讲伊尔啦，毋知你惊啥呢？歹人也有分普通歹人甲无普通的歹人，拢共款啦。人讲恶人无胆，你若愈惊伊吼，伊就愈好款愈嚣摆啦。人讲鸡屎落土有3寸烟啦，伊若真正甲咱伤欺负吼，水淹到鼻孔内，咱就挡袂牢啊啦。对，俊男啊，看你有啥物拍算哦，做你讲出来，阮大家拢听你啦。实在秋萍正情哦，我老是过一天算一天，有咧过日无咧拍算。即摆我想要拍算以后的日子，秋萍煞无去。我无意中来到恁遮熟悉秋萍，这就感觉大海中失去方向的船只，看到顶头。秋萍对我来讲，就亲像顶头对行船人的重要。也毋过，即摆顶头尾煞失去。春日啊，春日嘛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，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春日啊，春日嘛。秋萍啊！哎呦！你哪在厝内面啊？你毋是已经？小弟，安尼平安转来上好啦！哎呦，恁爸爸有保庇，天后啊，你有保庇啦！秋萍啊，你都毋知影，这段
时间哦，做人啊为着你的代志心肝老艰苦的，你知无？哇，你安尼何必甲阮大家要惊死安尼？你著拜托，毋通想袂开啦。咱若要小想，毋通一个个收银点会人都无，毋通安尼啊，知无？村里边啊，你放心啦，我会好好活落去。对啦，你若会安尼想就对啊啦。哎呦，以后日子是搁真长，有任何啥物代志吼，一定爱甲阮参详。若无你日子若愈歹过，歹人是愈欢喜，你敢知？唔通哦，哎呦，啊做你走啦，去到海边啊，我鞋啊甲放在海边，哎呦会惊死人哦。对啦对啦，秋萍，我你要来传你嘛？我一来好好讲者。对对啦，行，好dinner。秋萍，你唔知我看到你无代志，我足欢喜的。我头头啊，搁去。你关心，你这个开心，我会好好活落去，会照顾家己，请你免烦恼。小平啊，我已经欠了，你家己爱补偿。秋萍，秋萍。大，因安尼欺负小姐，你真是要放伊煞？莫甲他讲，我已经答应你了。哎，村长办公室。大手啊，是我蔡明阳。哦，明阳啊，什么代志啊？我想要请你来厝的，有代志要甲你谈者。啊，你要找我讲？这个时阵除了你以外，还有啥物人肯甲我谈的？好啊，代志母干呢，咱毋捌好好讲过，你等我随来啦吼。我等你。哦，我来蔡明阳一下。哎呀，袂用的啦，你袂用得去的啦。迄蔡明宏是歹人呢，安尼才去因兜找伊算啥呢？啊，我搁嫌要拍因查某囝，啊伊若对你啥款？我自细汉甲伊斗阵断，伊袂对我安怎啦？我再讲哦，代志母干呢，我若毋捌甲伊好好讲，唔好因来所在。哎，袂用的啦，哎呀，你袂用得去的啦，哎呀，哎呦，你哪遐呢？问你去倒位啦？啥物咧阿倒？头拄才有伫，啊，即马无伫的啦。啊，当然出去就是无伫啊。我问你去倒啦？哎呦，阿嫂啊，你莫问我啦，阿兄有交代讲袂用得甲你讲的啊。是安怎奈袂用互我知？啥物代志？紧讲。今日想要甲我讲啥物？前一天啊，你带人来我的厝的，恁做啥物代志呢？拢无要紧。但是前不该后不该呢，恁无应该来侮辱我的查某囝丽丽啊！恁对我有啥物不满呢？针对我来。要过丽丽已经是大手，丽玲伊是无辜的啊！这件代志呢，我会用你准做煞，但是绝对唔通过我后摆。要若无，恁若怪我讲无带领咱几来十年交情。这点我会用答应。不过，天华你规家伙的代志是要安怎讲？我也听伊讲王秋平被毒死，我会要交代啥呢？你良心敢拢袂不安？讲实在，我并无感觉啥不安。王天华伊会死呢，并毋是甲我直接的关系。伊的主要是车祸啊。啊，秀官死的时阵，伊是我的某。王志强甲我查某囝抬着伤，之所以这个性欲连结，我互伊受法律的制裁。敢讲我有唔对上？啊，会要去跳海自杀？敢讲这是我唔对？大手，人总是有保护家己的时阵，对无？伫保护家己的时阵，用淡薄仔手段，敢讲这也有唔对？来，咱饮一杯。我希望讲这杯酒啉了后呢，以前的代志，
怎蹲住说？佮追求吼，也无得改变什么事情，我无甲你辩啊，佮辩也无什么意义。啊，希望这场悲剧过了后，咱两个我都无一寡教训。我见，我见，干。大舅啊！恁即马咧甲人咧啉烧酒啊？你去啉就好啦，你。喂，哎呦，你这到底是咩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安尼阁无够明晓。你这款毋是人，你是禽兽，无资格甲阮人啉烧酒啦。你安怎？我知你对我误会真深，你嘛无要紧。想讲咱是几来十年老朋友，即摆这世上呢，敢骂我臭面用的人已经无几个。毋免讲到遮好听啦，我听落起鸡不皮啦。骂你，我阁无睬喙咧啦。哦，讲到遮好听，我特要咧衰啊，阁甲你这种人做朋友。我是要甲你讲清楚，天花本来就是你害死的。天公伯老目睭，你早晚会受报应啦。你即摆是咧讲什么？我讲什么？大叔，我想咱已经无啥物通讲的啊。对，安尼简单。我怕还袂见转，甲遐简单。我一抓路远路路，安尼来就要叫我转，我就转。敢若你戆面，人叫你来你就来，你毋惊向偷死呢？我你讲哦，你这种人无良心啦。秀官是你的某，甲你困10外冬，伊的亲生囝，你叫你就原谅伊，你做袂到，逼伊踮你的面头前咧自杀，你的心肝欠够孤去啦。朱奎啊，你了解代志不甲袂细细再认为你。啊，我就无咧惊，你是咧惊啥啦？王志强就我查某囝摊着伤，还失去生育能力，害我做个这件恶事，我哪有可能原谅伊呢？那你是咧甲上大声哈？恁查某囝袂死是谁害的？你家己啦，是你家己失德大做伤济，即摆咧受报应啦。那这种话那是歹种，莫传你阿爸啦。你讲是啥话哦？你哦，我这垃圾所在，我都放他你，你赶出去，赶出去！巧，本来你这就是垃圾所在，你家己对家己真人性，不但所在垃圾，人嘛垃圾，做的代志更加垃圾。见大手，到这来啊！早晚的交情，全切断，以后大要安怎样？大家想看嘛咧？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若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等一下我去困啊。哎，大爷，你有感觉秋萍怪怪的无？秋萍啊，你无代志吼？我什么代志？啊，毋过我来看你戆神的啊，啊你都。
食芝麻球呢，袂歹哦，一出本好无？妈呢啦，你足久无甲我讲话啊！我迄喙哦，原本做一个切骨甲拖起来，你知唔知？久无讲话，喙会生生了。我也管来你要生生啊生骨。哎，啊，我若生生兼生骨，是要甲你生囝？啥物甲你生囝啦？哎，得嘛安尼啦！哎呦，啊你哪搁咧生气啦？路边的野花，嘿啦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啦，看到花就要共挽，无兴趣啦。哎，你实在足无气氛的。好，你要甲我讲，准男要叫秋萍，准人订送一款好药，人秋萍若无气，也免伫家计较。秋萍是秋萍，我是我啦。好，你甲阮摕两个来比，啥物啊？讲到秋萍吼，我会甲你讲，讲到秋萍，我就足唔甘的啦。即马吼，规家口才剩伊一个人尔，还一世人还阁长老老的呢，你将来是要安怎？唉，人咧讲哦，人国较后唔值得天受的，是天请人，唔是人请人。像咱两个结婚20年，不到半只家纸都无。啊，秋萍啊，这尔乖巧，煞无爸无母头甲疼惜。有啊啦，当时有诶。有啥？哎呦，甲遐好康！我是讲吼，咱会用将秋萍甲伊认起来做查某囝啊，安尼伊就有咱通甲疼，啊，咱嘛加一个伴。诶，这好哦。好吼。嘿。喂，后来你等下，互你话，见找你，唔知要搁报啥话。喂。哎呦，啊你毋是甲伊上好，啊你毋着甲苦劝叫伊莫啉。你，哎，好，我随去，我随去。喂，莫搁啉啊啦。莫搁啉啊啦。哦，哎。你即摆敢若感情拄着一点仔错步，你就对我安尼，我是关心你呢。我也无安怎，你伫咧关心啥？骗笑的。啊，以前吼我出代志的时阵哦，拢你关心我，啊，即摆你有代志，我当然爱关心你啊，对无？你嘛，我烟头底啉烧酒啊，啉半打呢，搁叫伊买。是安怎？我都为着秋萍的代志啊。你两个冤家哦？无啦，秋萍变啊，唔该插阮烟头的。是免对啦，你住遮就好啦。好，我来看头。我是要做贼仔哦，看头，大的啦。俊男嘛，真的嘛？哎呦，啊你是安怎啦？啊你都唔捌安尼，安尼去酒啉遐尼济啦？你唔惊酒醉摔落海底？四乱是食金蕉皮，唔是食烧酒呢。陈俊嘛，我真正是想无呢。秋萍哪会突然间对我这种态度？咱想无的代志还阁足济啦。什么人嘛想袂到讲，秋萍因兜会发生遐尼大的变故。一个人受了遐尼大的刺激，你叫伊拢无变，那是无可能的。这个时阵的上需要是咱的帮忙。你哦爱去安慰伊，毋才对，搁踮遮咧甲伊激气。我毋是咧甲伊计气，我嘛就是要甲斗相共。遐毋过伊即马对我这种态度，我真正毋知影应该安怎做才好。啊无我走一逝啦，我来甲看卖仔一下，看伊到底是安怎。大叔，你辛苦一天啊！等下我陪你食暗顿好无？安怎？你无欢喜啊？唔是啦，我真欢喜啦。啊，毋过欢喜就好啊，啊毋过啥啦？你稍等者吼，我来换衫。秋萍啊，妈，等
医师啊，秋萍呢？伊伫内底换衫啦。换衫？是已经下班啊哟。是啦。陈林嘛，秋萍啊，紧来我，歹势哦歹势，我话要讲咧。你敢知影？即摆俊男家一个钢机遐条咧啉红酒呢？陈林嘛，俊男爱啉酒，就去互伊啉，这有啥物奇怪啦？你若是讲即落话啦，你两个是发生什么代志咯？无啊，无啥物代志啦，我本来就是安尼啦。恁本来哪有安尼死啦？无对当哦，我赶快好好甲你讲者，行来遐坐，来。陈林嘛，真是的啦，我甲陈医师以后要食饭啦。陈医师，咱来去哦。陈林嘛，你若无代志，我要关门哦。我就是专工来找你，哪无代志啦？歹势啦，我要来去啊。这是什么情形？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记。命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传你们来啊！手边安怎讲？你问这啥物问题啊？船长嘛出马一定成功的啦，若无成功吼，我跳海互你看，放心啦。我看你即马就好跳海。哎呦喂啊！哎呦！我唔知要安怎甲你讲才对，含我出马嘛无路用，会甲我讲无两句话呢，含阮花招咧讲要去食饭啦，拢无招我呢，迄感觉足奇怪，足气。秋萍，查某人的心哦，讲变就变啦，无啥物理由的啦。你有听人咧讲，女人心海底针，最毒妇人心。啊，无你是咧骂我哟？你莫对黑白讲，人心情就要歹。俊男啊，我是嘛唔知要安怎帮助你。人讲心痛吼是无药医啦，这款代志哦，是外人什么人都无办法通帮忙的啦。人讲世间上上歹处理就是感情的代志，感情代哦，处理好就相意爱，处理无好就激气相杀。无论如何，你家己身体较保重较有命，酒袂用搁再啉哦，啉酒伤肝。若是讲无啉搁伤心，哎呦可怜哦！啊，我无法度啊，歹势歹势。陈林嘛，哪？秋萍，秋萍，你莫啉啊啦，我送你来等。拢有一包呢。我要去啉啊！莫啊啦，咱来等啊。秋萍，秋萍，你若着安尼折磨你家己啦，你根本就袂晓啉，你要啉，啉酒对身体真唔好呢。来啦，咱来等。三个我袂晓啉。秋萍，我是王天华的查某囝咧，你问头家啊？遮做一个啉酒的赢过阮阿爸啊？秋萍，阿爸，干杯！秋萍，你折磨你家己啦，你知影你安尼，我真来真唔甘，你知无？秋萍，我添一杯仔茶互你。阿爸，为着替恁报仇，不得已违背家己的性命，去甲阮花接近。我唔知影我安尼做是对，还是唔对，我心肝内就艰苦。啉茶。
笑要紧。冷冷的雨，亲像是无意义的闲话，唔通来压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，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野价，两字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的解释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竟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伤多，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。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，请你相信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。关于爱情，感谢过去你的奉陪，一句真心话，谢天谢地我有爱。